除咗我哋一直關心做緊嘅長者生活福利、保障本地嘅基層就業、調整輸入外勞嘅政策之外，我一定會幫大家守護家庭價值，捍衛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，避免承認同性婚姻，繼續幫屯門元朗創造園區就業。我哋幫屯門西打造成為新嘅綠色航運中心，繼續跟進洪水橋嘅發展，會繼續用好聯通世界優勢，幫我哋香港同海外創造更多經貿民間嘅交流，用聯通世界去報效祖國。我哋動議大欖隧道一般同埋非繁忙時間免收費，我哋深信交通就係所有發展嘅核心。而至於保護弱小、悉心栽培下一代係我從政嘅初心。另外呢，我哋都好關心地盤嘅工友，我哋多次要求政府就住所有嘅工地應用智能嘅監察系統。我哋提倡所有輸入嘅外勞都要根據佢嘅工種職位計算，長期監視佢嗰個失業情況，專注本地居民嘅福祉，包括居住、就業機會、社區資源，解決老樓失修、水管爆裂、塞車嘅情況，做好地區長遠嘅城市規劃。北部都會區唔係淨係一個口號，減輕年輕嘅家庭生育嘅壓力同埋教育嘅壓力，落實興建屯門繞道，關注港鐵屯門南延線工程進度。至於爆水管冇水用嘅問題，都要積極關注解決。希望係落實去幫市民，咁樣先到佢有幸福感同埋獲得感。除咗係民生方面嘅政策，我哋亦都要協助我哋嘅政府融入國家嘅大局。北部都會區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好重要嘅發展，但係一個咁重要嘅發展，我哋好需要一個健全嘅交通網絡去支援。我一定會全力推動屯門繞道同埋11號幹線嘅進程，希望還返我哋新界西北、屯門同埋元朗嘅居民有一個暢通嘅交通網絡，就係由呢個交通網絡先可以進一步推動北都嘅發展。檢討並收緊外勞政策，嚴厲打擊黑工，改善新界西北嘅好多嘅基建、鐵路啦、道路、排污、電訊等等，要盡早動工興建中鐵線、11號幹線同埋屯門繞道。盡力去拆牆鬆綁，令到我哋鄉郊嘅好多地區嘅特色經濟能夠做得到，創造園區就業。咁我哋返工就唔使一搭長途車啦，要推動透過政產學研投推動創科，做好青年嘅生涯規劃。